好，跟住啦，到第43題啦。咁而家佢話啦，有個遊戲咧就有3個嘅 task 啦，咁啊分別個名咧叫 PQR。咁啊參賽者咧其實就係 randomly 去揀個 task 去做嘅。咁啊完成咗個 task 之後咧，咁啊個參賽者咧就再去揀另外一個 task 啊，from remaining task 即係餘下嘅嗰啲叫做 task 度再揀一個 randomly 咁揀。跟住個遊戲會停啦。咁幾時會停啊？就係參賽者只要完成晒3個 test。或者 fail 咗當下去揀咗個 test，OK，即係譬如佢揀咗 Q 個 test，嗰個 task 嘅 test，佢揀咗 Q 個 task 啦，咁啊但係佢 fail 到喎，咁啊就個 game 會 stop 咗啦。跟住佢個 probability 咧，咁啊 Amy 會叫佢完成到個 task P 同 Q 咧個 probability 分別係呢兩個，跟住就問你喂佢唔能夠玩到 R 嗰個 task 咧，咁啊個 probability 有幾大？咁啊好啦，咁啊玩唔到 R 啊，玩唔到 R，你就要列舉啲 case 出嚟，咁啊睇下有邊啲情況係玩唔到 R 啦。舉例，譬如佢第一下揀咗 P，OK，但係 P fail 咗，OK，好啦，或者佢第一下揀到 P，OK，過到關，第二下揀到 Q，但係 fail 咗啦，因為你玩唔到 R 啊，咁你如果 Q 都叫做過到骨嘅話，咁你下一下咪就係直接玩翻 R 咯，咁就即係咁就不能夠叫 cannot play R 啊，或者第一下 fail Q。或者第一下個 Q 過到關，但係第二下揀到 P 就 fail。咁所以會有4個 case，你就只要將呢4個 case 咧個 copy 加埋就得㗎啦。好，咁嚟到喎，嗱第一下我哋要抽到 P 嘅話咧，咁啊 randomly 抽出3個 task，揀一個 task 就係1/3，乘翻咧佢而家要 fail 喎，fail 咁嘅意思咧就即係1減個0.25啊。OK，呢個就係第一個 case。好，再加。咁第二個 case 咧係咩啊？即係第一下咧佢揀咗 P，但係過度骨輸成0.2，OK。咁但係啦，去到第二下揀 task 嘅時候咧，佢剩低有2個 task 啦。咁但係佢要揀到 Q 嗰個輸就成1，但係佢要 fail 喎，輸1減0.47。第三個 case 咧就係第一下要揀到 Q，但係要即刻 fail 1減0.47。好，第四個 case 就係1/3揀到 Q 啦，但係要過度骨，咁輸係成0.47。而剩低2個 task，我要揀到 P 個 task 輸係1/2，但係臨尾點都要 fail。好，加晒佢咧，咁就係呢個玩唔到 R 嘅 probability 啦。1除3乘1減0.25，再加1除3乘0.25乘1除2，再乘括弧1減0.47刪括，加1除3乘括弧1減0.47刪括，加1除3乘0.47乘1除2乘括弧1減0.25。好，答案呢一個203/400，咁所以咧就係 C 題啦。OK。